好啦，咁啊又翻到嚟下半句嘅軍事通識啦吓，咁啱啱我哋講到一個傳奇就係獨腳將軍陳策呢，佢就上咗一隻艇仔，咁最後尾呢，就俾日軍就開槍打佢，咁跟住之後呢，佢係一個獨腳將軍呢，傷埋隻手，最後尾呢，竟然救埋個佢嘅近身侍衛上岸啊！咁跟住之後落嚟發生嘅事呢，就係一啲好更加傳奇嘅事啦，咁啊就係但係最後尾賣個關子就係佢俾佢能夠順利咁樣去到惠州嘅喎嚇，係冇錯。咁其實咧當 OK 佢哋喺呢個香港仔向南嗰邊嘅水道咧，咁打沉咗佢哋隻船仔之後咧，咁其實所有人係走散晒嘅。咁好似阿余少奇咧就中咗彈跌，應該係留咗喺隻艇度。咁到最尾阿余少奇好得意喎，余少奇佢冇事嘅喎。佢後來係翻得翻上去嘅喎 ，OK。咁而咧，阿陳策啊，同阿楊全啊，同埋其他嘅英軍成員咧，咁啊落咗水之後咧，咁大致就大家都走咗去鴨脷洲南端嗰個位置嗰度咧，咁啊去避呢個日軍嘅槍火啦。咁而同一時間呢，咁啊以滿地高為首嗰一班英國人呢，咁啊即刻去嘗試去揾嗰啲魚雷艇啦。咁其實嗰啲魚雷艇當時擺咗去邊呢？咁原來就係因為香港仔之前一路俾日軍炮擊啊，咁所以變咗呢5艘魚雷艇呢，咁啊分開咗做2個位置去擺嘅。10號、11號同27號魚雷艇呢，咁啊擺咗喺鴨脷洲西面嘅啫。咁而7號同埋9號咧就擺咗喺鋼線灣。咁而當時咧，其實呢5隻魚雷艇已經一早就接到命令話要走噶啦。咁但係魚雷艇嘅指揮官簡地咧就話唔好走住，我哋個任務係要接走陳策，我冇理由喺未接到陳策嘅時候就走嘅咁樣。咁啊，所以變咗咧，好彩佢哋咧就留翻喺度。咁而當時咧去到傍晚6點半啦，咁啊簡地咧就繼續喺度等阿陳策嘅。咁但係當時佢亦都見到阿哥連臣即係呢個海軍嘅指揮官有命令，咁我亦都唔能夠話拖延得個命令太耐啦。咁所以當時咧佢其實就派咗11號魚雷艇咧就過去鋼線灣，就叫8號9號，喂，你準備定啦，我哋等唔到，我哋都要走噶啦咁樣。咁而喺同一時間呢，咁而就喺另一方面，阿麥道高啊嗰一班人呢，其實就咁啱就喺鴨脷洲呢爬過咗鴨脷洲個山呢，就行到落去啦。咁當時就發生咗一件好得意嘅事件啦。咁就係當呢班英軍呢走到上去有一個英軍遊緊魚雷艇嘅時候咧，佢就大嗌就話後邊仲有更加多嘅英國人喺度啊咁樣。咁但係你知我係英國人咧，叫自己友咧叫 chap 噶嘛。咁而咧，但係喺魚雷艇上面嗰班人咧，就聽下咧，就將個 chap 咧就聽到做個 jap 日本人。咁啊，所以咧就因為嗰個英軍咧就哇後邊有一大堆日本人跟住我，跟住咧就變咗嗰班魚雷艇上面嗰班指揮官咧就即刻校晒啲機槍咧，就將所有喺島上面喐嘅都照打啦。咁啊，直至到嗰個英軍咧死命終於游到上岸嘅時候咧，佢先至同我講清楚，唔係日軍嚟，嗰啲自己友嚟嘅。咁啊，終於先至知道啲成員到啦咁樣。咁但係當時咧，阿陳策好得意喎。陳策做緊咩呢？佢因為獨腳啊嘛，游水都或者得啊，咁但係叫佢行路就拗教啦。咁所以變咗當時呢，阿陳策呢就後來就同阿楊全啦，同阿徐亨佢哋講，不如咁啊，你去睇下嗰班英軍搞乜鬼啊，搞咁耐咁樣。咁而阿徐亨佢哋亦都係跟住就跟咗去揾魚雷艇揾剩啦。咁啊，陳策自己呢，就其實就留咗喺個海邊嗰度。咁但係原來阿陳策呢，就後來發覺呢，一來又俾日軍射擊啦，一來又發覺啲魚雷艇係咪走晒啊？點解咁耐啊？咁樣咁啊，陳策原來自己後來就離開咗嗰個等待嘅地點啊。咁啊，爬咗去上個山仔上邊。咁啊，跟住呢，同一時間呢，咁啊好啦，嗰班英國人呢，終於揾得到啲魚雷艇啦。咁啊，所有魚雷艇呢，就終於集結咗喺鴨脷洲嗰度呢。咁啊去揾阿陳策。咁啊奇怪，去邊呢？唔見咗。咁啊跟住呢，好笑嘅就係話，到最尾呢，就係嗰班英國人呢，走上個山仔度揾嘅時候呢。咁啊到最尾就因為又驚俾日軍發現又成啦。咁啊跟住呢，到最尾喺細細聲咁嗌下嘅時候呢，阿陳策就喺個山仔上面抌嚿石仔落去，咁啊話俾你聽，原來我喺上邊。咁原來根據應該我冇記錯，好似係徐亨定係楊全個説法就話呢，
阿陳策當時就話：，反正都死緊啦，梗係即係中國人嘅傳統就係揾個風水好啲、靚靚啲嘅位啊，死就死喺嗰度啦咁樣。咁啊到最尾咧就終於抬咗阿陳策落嚟咧，咁啊上咗魚雷艇就走啦。咁而佢哋走嘅方向咧，其實離開咗香港仔之後咧，咁其實就兜過香港島啦。咁兜過香港島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仲目睹嘅就係仍然未投降嘅赤柱半島。咁因為當時阿華理士其實就斷咗通訊，咁所以華理士准將係喺26號嘅凌晨1點零2點鐘嘅時候咧，先至正式投降嘅。咁佢當時就見到赤柱係火光紅紅啊咁樣啦。咁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大概兜過咗呢個鶴咀半島就出事啦。咁因為當時咧日軍其實就有第二遣支隊啦，或者我叫第二遣華艦隊咧，就負責封鎖香港嘅海岸噶嘛。咁而當時咧，日本嘅艦隊咧就咁啱有2隻驅逐艦咧，就喺嗰個地方。喺咩位置咧？就喺呢個南塘海峽以東嘅地方。咁而當時咧，好彩一樣嘢就係月光咧就好微嘅啫，因為根據日本資料嗰邊説法咧，就係當時其實正正一個叫微月嘅時候啊，微月即係咧我哋今日所謂嘅彎月啦。咁啊照落水面就應該乜嘢都睇唔到嘅。咁所以變咗嗰兩隻日軍軍艦咧，其實就唔係好睇到魚雷艇嘅。不過你知魚雷艇咧嗰個引擎鬼咁大聲嘅話咧，咁多少你都會發現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個魚雷艇個記錄嗰度咧，咁啊睇得出一樣嘢好笑，就係日軍咧第一件事以為飛機嚟嘅。咁啊，所以佢哋嘅探射燈係先照咗個天，喺天度揾咗2下，已經冇嘢嘅時候咧，先照落個海面度。咁喺照落海面嘅時候咧，其實就照到呢啲魚雷艇嘅，佢發現到。咁而但係揾到幾多隻咧？應該係得1隻嘅啫，因為實際就5隻嘅。咁但係日軍咧，根據日軍自己嘅記錄就話發現到唔知1、2隻左右嘅啫。好啦，咁而當佢揾到個艦隊之後咧，咁日軍第一件事當然就開火啦，咁啊將機槍啊、大炮全部校晒去。咁但係好過癮嘅一樣嘢就係咧，當時喺陳策個嗰邊嘅記錄就係話阿陳策咧，當見到哇日軍軍艦攔正喺面前咁做咩咧？咁啊陳策就做咗一樣好型嘅決定，就係話我係咁5隻一字排開向日軍艦艇衝埋去咁樣。咁而其實對於日軍艦艇嚟講咧，嗱呢個又吊詭啦。日軍當時見到艇仔衝埋嚟開炮打佢係實沉㗎，咁但係因為咧日軍原來咧就好驚魚雷艇，原來日軍咧由始至終去封鎖香港島咧，佢罩忌位有幾個？第一個罩忌位就係香港嗰啲海岸防衛炮，因為海岸防衛炮咧打26公里遠嘅，日軍嗰啲大炮就打18公里遠嘅啫，咁啊少成截嘅，所以變咗咧佢連行埋香港島其實都唔係好敢㗎。第二樣嘢佢罩忌嘅咧就係香港嗰啲水雷咧勁多，幾百粒嘅，數極都數唔晒。第三樣嘢佢最驚嘅咧就係香港嗰8隻魚雷艇，咁啊到最尾咧當佢仇人咁打咧都只係沉咗佢3隻啫，咁啊剩低嗰5隻就係呢5隻啦。咁所以變咗咧出現個情況係點咧？陳策一字排開將魚雷艇衝埋去嘅時候咧，嗰班日軍嗰2隻日軍嘅軍艦咧冇錯開火打佢哋，但係亦都做咗同樣下意識嘅一個動作，就係規避，因為你知。大艦鬥小艇呢，而嗰隻小艇咁巧嘅魚雷艇嘅話，其實你就冇着數噶嘛。咁所以變咗當時呢，日軍個記錄就好得意啦。佢嘅寫法就係：哇！我哋見到有魚雷艇，我哋即刻開火打佢咁樣。跟住日軍作咗一樣嘢，佢話有3支魚雷飛埋嚟嘅，然之後呢3支都唔中。咁但係原來根據陳策個説法呢，佢哋根本連抌魚雷嘅機會都冇，佢哋就咁徑直衝埋去啫。咁我相信呢，出現嘅情況應該就係日軍規避嘅時候，佢一轉向嘅時候呢，嗰5隻魚雷艇已經向前衝走咗。咁而因為呢，當時呢，根據日軍嘅説法就係呢5隻魚雷艇呢係衝咗去果洲群島之後，就喺果洲群島嗰度消失咗。咁所以變咗可能呢，日軍後來大鑊啊，就甩咗啲嘢。咁啊，所以咧先話佢有魚雷抌過嚟㗎，我哋為咗避佢咧，我哋領頭嗰陣咧，佢就走咗啦咁樣。咁可能日軍作都唔出奇嘅，其實。咁啊，到最尾佢離開咗果洲群島之後，去咗邊咧？就去咗平洲。咁其實去平洲做咩咧？咁就係因為阿陳策咧，佢其實係識得喺大鵬半島嘅游擊隊隊長啊，咁就係呢個梁永元啊。咁所以變咗咧，佢先咧就去平洲度打探下先。咁啊，平洲嗰邊咧，我最記得佢當時咧喺平洲上面咧就有另一個游擊隊嘅頭目就叫黃文虎啊。咁而阿陳策當時同佢哋傾嘅時候咧，我仲好記得就係平洲嗰邊咧嗰個黃文虎就話：怪唔知得
我哋聽到啲炮聲突然間靜晒啦，原來香港投咗降咁樣。咁而當時平洲原來係唔知香港投咗降嘅其實。咁而跟住呢，佢喺平洲呢就再過去呢個南澳呢，咁啊喺南澳嗰度登陸。OK， 咁啊登陸咗之後呢，咁轉呢，就最終呢，就同阿梁永元就接觸到啦。咁而呢，有一樣嘢好值得提，就係喺26號接觸咗梁永元之後呢，喺12月嘅28號，阿陳策佢哋呢，就去到一個地方叫新墟嗰度呢，佢哋撞到國軍。我哋成日都話呢，哇，國軍冇鬼用嘅，邊度打嚟香港一次，英國佬信佢啦咁樣。余漢謀當年打廣州打到咁樣衰嘅時候，佢點會落咗嚟香港手？幫到香港啦咁樣。但係原來呢，我哋根據陳策個日記呢，我哋先知道原來國軍係真係有打落嚟嘅，只不過佢真係無可避免地呢，因為日軍嘅數量實在太多，咁所以變咗呢，佢根本打唔穿日軍個左擊線嘅時候呢，你唔好話香港，佢連深圳佢都未嗨到。咁而到最尾呢，佢就喺呢個惠陽嗰一帶啊，咁呢，就原來阿陳策就話呢，國軍當時呢就去到惠陽啦、淡水、寶安嗰一帶，其實最遠。咁啊跟住呢，就因為香港投咗降啦，二來其實呢，日軍嗰方面亦都唔係笨嘅，日軍其實應該發動咗日軍數嘅應該係第3次長沙作戰。咁而喺國軍應該係第2次，我唔知佢哋點解計嗰個有出入啦。咁總之就喺當時呢，其實有另一次嘅長沙作戰，咁啊變咗呢。日軍就打落嚟長沙，咁變咗呢，國軍決定唔好搞咁多嘢啦，你香港投降，我無謂再繼續糾纏落去啦，咁啊所以北返，咁啊陳策見到嗰堆呢，就係其實北返中嘅國軍嚟，咁所以變咗呢度亦都平反咗一樣嘢，其實國軍唔係話冇幫香港，咁只不過勢力有限咯，我哋只能夠咁樣講，就係日軍當佢人數龐大，佢嘅軍力差唔多嘅時候呢，咁其實日軍嘅火力上始終係會優勝過國軍，咁所以變咗國軍就算想盡能力幫香港，其實亦都好麻麻，亦都未必能夠成功。咦係啦，咁啊 Rusty， 咁啊我哋最後尾見到陳策將軍佢哋最後尾去到惠州啦嚇，係咁啊跟住之後，我記得跟住落嚟嘅英國其實係仲有一個歷史，即係駐港嘅英軍係仲未完全叫做停止抵抗嘅喎，係只不過轉移咗個地方叫做英國嘅英軍服務團嘅啫。其實第一即係如果我係講話由香港逃走嘅英軍嚟講呢，其實第一批就係陳策呢一堆啦，陳策帶走呢堆。咁譬如麥道高啦，麥道高其實亦即係後來嘅做到政務司嘅，其實佢 OK。咁麥道高其實走咗之後呢，佢個貢獻就係佢第一次交出個 report 就係香港原來咁樣失守嘅咁啊。咁然之後去到42年呢，就應該係2-3月嘅時候呢，就第二批人走啦。呢批就出名好多啦，就賴廉士啊，後來香港大學嘅校長。咁而阿賴廉士撤退咗之後呢，其實阿賴廉士就係組織英軍服務團嘅。咁而去組織英軍服務團其實做咩呢？最主要亦都係接走英軍啦。咁而同埋其實賴廉士原來去到44-45年嘅時候呢，甚至係建議過重奪香港。咁而其實佢有個我如果冇記錯，我記得聽呢就話個諗法呢，就係空降士兵係打呢個香港嘅。咁但係到最尾趕得切喺呢個原子彈炸呢個廣島，長期都係逼日本投降，咁所以呢一個空襲香港嘅作戰呢，先至終止咗嘅啫，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呢戰爭亦都教曉咗我哋呢，去到絕望嘅時候，永遠都唔好放棄。係只要轉個地方係繼續可以打，總會有路走嘅。冇錯啦，係啦，最緊要就唔好認輸啊嘛！講真嗰句係，因為嗰度戰場係冇亞軍嘅。係。係啦 ，Rusty， 我見到你手上面呢，其實揸住一本書喎。咁嗰本書呢，叫《陳策將軍紀念集》呢。喂，咁我頭先係揭咗兩眼呢。喂，原來有一個會叫做保衛香港竇唯群英協會係嘛？咁其實甚至乎有陳策將軍個仔陳安國先生呢，親自署名送俾你。喂，咁不如簡單介紹下。其實都好值得提一提呢個古仔，咁就係。其實好彩啦，咁就係應該係上年嘅時候呢，其實就係一個幾誤打誤撞機會呢，就識到陳安國先生。咁陳安國先生呢，就係陳策將軍兩位公子嘅細公子，因為陳策將軍呢，其實佢有兩個孖生兄弟，應該咁講兩個孖仔。咁
大哥就陳安邦，咁而阿細佬就陳安國，咁啊陳安邦先生就已經過咗身㗎啦。咁而陳安國先生我點樣識佢嘅呢？咁其實就係因為喺上年，如果大家知道嘅2011年呢，其實應該就係呢個香港保衛戰嘅70週年嚟㗎。咁而喺一連串活動入邊呢，就喺其中一個活動就係應該喺呢個跑馬地呢個義勇軍會所入邊呢，係咪應該叫義勇軍會所呢？退伍軍人協會會所應該咁講，係啦。咁呢就喺入邊呢有個演講，就係講呢個香港防衛軍嘅。咁而喺入邊就識到阿陳安國先生。咁而我好記得呢，就係我其實第一次見陳安國先生已經唔係嗰次，其實再早之前喺海防博物館已經見過一次。咁但係嗰一次呢，其實我好坦白講呢，我記得佢個樣，但係我唔記得我喺邊度見過佢。咁就係其實喺海防博物館呢，有段片段呢，就係阿陳安國先生就回憶翻阿陳策將軍噶嘛。咁其實我都係好後期先知啦。咁啊去到嗰一次喺個跑馬地嗰個會所入邊呢，咁我今次知啊，呢個就係阿陳策將軍個仔啦咁樣。咁我記得呢，就係嗰一晚啦，咁大家聽完個 talk 之後，咁當然就大家 social 一下啦。咁表明身份嘅時候呢，我好記得呢。我完全冇諗過，原來陳安國先生把聲呢，就係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剛強嘅人物，即係我哋會覺得就係呢個係阿陳策將軍個仔，咁多多少少一定係好有霸氣嗰個人物嚟嘅。原來佢唔係喎，佢係一個好人嘅一個或者可以容許我咁講啦，一個老人家啦。OK，因為我後生啊嘛，咁我覺得佢係一個好人嘅一個老人家。咁而咧，我當時我其實因為已經同我另外兩位朋友咧，其實已經係講緊話，諗住寫一本書係講香港軍事嘅，係講香港保衛戰等等嘅咁樣。咁我記得佢一聽到第一個反應好驚喜。咁原來佢點解會驚喜？後來都講就係話，因為咧原來有後生仔係做呢啲東西，佢覺得，因為我係在場嚟講咧，好老實講就係我哋三個人每人咧30歲都未夠廿零咁樣。但係跟住下一陣咧，就已經講緊係40-50歲啊，或者甚至更大年紀。咁所以變咗咧，對佢嚟講，其實我哋三個人喺嗰度出現咧，已經係好奇怪一件事。咁而加上我哋三個人其實原來係寫緊歷史啊，仲要寫緊呢一段係講軍事嘅歷史嘅時候咧，咁變咗佢個驚喜度好高，咁就係話原來有後生仔寫呢啲嘢，咁個古仔先至可以延續落去嘅喎，咁樣。咁啊，所以咧佢跟住咧好得意地就話咧，跟住嗰日，如果冇記錯，咁就係有另一個會啊，嗰個會咧喺海防博物館搞嘅噃，咁樣佢叫我去聽。咁其實嗰個會議咧，其實就唔係香港保衛戰嘅，嗰個會議係講咩咧？就係3個經歷過南京大屠殺嘅老兵，咁咧就喺海防博物館又有一個演講係佢哋主持嘅啦，咁樣。咁而喺當時咁我話 OK， 咁反正我嗰一朝咧就要去參加紀念香港保衛戰70週年嗰個巡遊啦 ，OK， 或者嗰個叫 parade 遊行啦 ，OK。咁跟住變咗咧，所以我唔緊要啦。咁啊下晝又去聽埋個 talk 啦，咁啊睇下佢做乜嘢。咁原來陳安國先生咧就將手頭上呢一本嘢咧就送咗俾我。咁咪喺上面咧，我完全冇諗過一樣嘢，就係佢喺上面咧，佢有簽名有成啦。咁所以變咗呢一本嘢對我嚟講咧，個紀念價值就好大啦。咁而好得意地呢一本嘢，我而家先發覺到啦，因為我哋而家錄音咧就啱啱係12月啦。咁其實呢本嘢咧就已經喺我手上一年啦，啱啱好。咁而同埋其實呢本嘢入邊有啲咩咧？好值得嘅一樣嘢就係佢有陳策將軍嘅日記，咁亦都有陳策將軍嘅佢個報告啦。咁而同埋就係陳安邦、陳安國先生兩位呢，咁就寫咗關於佢爸爸嘅一啲事蹟嘅一個整合啦。咁所以變咗其實補咗一個好大嘅一個拼圖出嚟，就係我係一路砌香港保衛戰嘅時候呢，砌嚟砌其實都係同英軍啊，同充其量可能同日軍有關。咁但係究竟國軍做咗啲咩呢？咁其實好老實講，傳說好多，實際我哋知道嘅事實真係好坦白講，唔係真係話咁多。咁而但係呢一本嘢入邊呢，其實好帶得出嘅就係我哋而家明白阿陳策當時究竟做緊啲乜嘢。佢因為佢入邊個日記入邊，佢有提就係話，譬如佢好憂心嘅一樣嘢，哇！香港呢個地方失守失得好快。咁我哋其實好老實講，無論阿陳策，無論係英軍，佢係清楚知道香港其實唔係真係話守得住。咁但係講到底就係人命嚟㗎嘛，呢個地方。OK，咁所以變咗佢
始終佢好希望盡可能用盡佢嘅方法去對抗日軍，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就係話佢好努力咁樣嘗試去聯結嗰班三合會成員去對抗日軍又會有啦，咁甚至佢好憂心就係咦點解余漢謀冇咗通訊嘅呢？咁究竟國軍做緊啲咩呢？咁而甚或去到投降嘅時候，佢索性唔好搞咁多，我不如走啦咁樣，我反正俾日軍捉都係死梗噶啦，我唔想俾佢虐待啦咁樣。其實甚至呢，佢有一刻係希望譬如話莫德比或者楊慕琦帶走佢添，咁啊到最尾呢，咁陳策將軍呢，莫德比佢唔決定唔走啦，咁所以陳策將軍先至帶自己去突圍咁樣咯。